为着要提升偏乡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甲卫生，市府积极推动跨校的合作和资源的共享，推动中央厨房的整合，并伫咧3月1号早，市长会体协同台南市教育局长郑新辉，还有南华国小校长张立成，还有接受共产学校的代表，还有贵宾，共同来参与南华国小中央厨房的动土仪式。作为一个午餐厨房的一个中央厨房的一个新建工程，总共这个午餐厨房要花费3500亿，3500万元，3500万元。但是我们也希望说，这样子的话能够提升我们同学的午餐品质，因为它作为一个中心学校能够供应周边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，那让孩子都有新鲜的、热腾腾的午餐可以吃，不需要再去叫便当。那这样子在营养上、在美味上会做得更好，在成本上也会有效降低。那这样可以说是创造多赢。那我们希望很多农产品、食品都是地产地销，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部分能够既提升学童的品质，也活络地产地销的经济。这摆南华国小的中央厨房大约是111学年度会来启用，提供一摆大约是500人份的餐点。期待新的厨房设备会当提升南华阁有指定6间接受供应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，互咱的学生会当食了安心阁有健康。透过中央厨房化，发挥了规模经济。那么像南华国小来讲，事实上它这个自己的学校之外，还可以再供应这个邻近的5所学校。那么这样的一个500人的规模，那么同样缴一样的钱，可是呢煮起来买菜又便宜，那煮起来可能又应该会是更好。中央厨房这摆得到补助3500万，希望厨房正式启用了，会当提供南华阁指定这老师阁学生有更健康优质的用餐品质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